香港藝人施明喺3月病逝，4月22號就快到，大圍寶福紀念館會設靈。原本呢個時候應該係家人沉痛哀悼、懷念逝者嘅時刻，但就因為李氏家族內部矛盾全面爆發，搞到變成一場轟轟烈烈嘅家庭倫理風波。施明個屍骨都未寒，喪禮都未搞，李家上下就因為靈堂出入權限同家庭經濟問題，吵到不可開交，家庭糾紛一觸即發，令呢場告別儀式變得格外沉重同尷尬。呢件事嘅導火線就係設靈前夕嗰場靈堂爭奪戰，李家鼎同大仔李永漢之間爆發咗好激烈嘅正面衝突。據李家鼎受訪時透露，大仔李永漢喺媽媽施明去世之後，就以各種理由阻撓弟媳 Agnes 入靈堂拜祭，甚至連親屬送嚟嘅花圈，李永漢都要求唔可以寫上 Agnes 嘅名，想將佢徹底排除喺李家喪禮之外。呢種行為令到作為一家之主嘅李家鼎忍唔住啦。喺施明設靈前一晚，81歲嘅李家鼎面對媒體鏡頭，再次公開斥責大仔，仲自爆每個月至少俾大仔一家5萬蚊生活費，而且已經俾咗7-8年，仲哭住話點解會養出咁個仔。呢一連串爆料，瞬間將李家嘅私隱毫無保留咁暴露喺公眾視野之中。李家鼎喺控訴嗰陣聲淚俱下，佢話自己已經81歲啦，本應安享晚年，但都要為咗家庭生計四處奔波。佢直話直說，大仔李永漢同佢一家5口嘅生活開支，包括孫仔嘅學費、保險費，仲有日常衣食住行，全部都係佢一個人承擔。李家鼎細算咗一筆賬，話自己每個月至少要攞出5萬蚊港幣俾大仔一家，一供就供咗7-8年，累計金額高達幾百萬蚊。佢痛心嘅話，為咗令大仔出面有面，又為咗令佢有一份正當工作，自己特意安排李永漢喺自己嘅私房菜館做助手，仲以呢個名義每月俾5-6萬蚊高薪。但喺李家鼎睇嚟，呢份所謂嘅工作只不過係大仔游手好閒嘅遮羞布，李永漢實際上咩都唔識做，全靠啃老父親維持體面生活。李家鼎喺採訪嗰陣幾度哽咽，自責係因為自己同施明以前太縱容大仔，先搞到今日養出個白眼狼。仲悲憤嘅話，如今將屋企搞到烏煙瘴氣，令施明唔能夠好好告別嘅罪魁禍首，並唔係外界認為嘅細兒媳 Agnes，而係大仔李永漢嘅老婆，即佢嘅大兒媳。面對父親咁嚴厲同具體嘅指控，李永漢並冇選擇沉默或者忍耐，而係迅速通過媒體進行強硬回擊。佢針對李家鼎每一項指控都俾出截然唔同嘅版本，堅稱父親所講全部都係虛構，係為咗達成某種目的而編造嘅謊言。李永漢話，父親之所以選擇喺施明設靈前夕突然爆料，完全係出於政治目的，就係想幫弟媳 Agnes 洗白，強行製造輿論壓力，逼自己俾 Agnes 入靈堂。對於李家鼎晒出施明同 Agnes 嘅溫馨合照，想證明婆媳關係和睦，李永漢就俾出一套好戲劇化嘅解釋。佢話施明起初確實唔討厭 Agnes， 但只係過咗3個月，Agnes 就原形畢露。李永漢指控 Agnes 唔止將成個家拆散，分割咗母子感情，甚至仲同施明談條件，要求李永豪一定要咩都聽佢嘅，而且絕對唔可以同施明同住，就算住隔籬都唔得。李永漢進一步還原佢口中嘅所謂真相，佢描述嘅情節充滿咗狗血劇嘅色彩。佢透露，李永豪後嚟被逼搬出去住，但喺某次生日嗰陣，Agnes 突然要求李家鼎組局食飯，真實目的竟然係想趁機同施明合照，以此營造一家親嘅假象，仲將照片公開俾媒體睇，想證明家庭融洽。李永漢生動咁描述到，當時施明一再拒絕合影，但 Agnes 強行拉扯，最終施明努力掙脫咗 Agnes 嘅手，呢個尷尬場面被喺場所有人目睹。
雖然李詠漢呢番說法冇第三方佐證，真實性存疑，但佢言之鑿鑿，想將 Agnes 塑造成一個心機深沉、挑撥離間嘅搞家精。此外，針對父親每個月俾5萬蚊嘅講法，李詠漢都堅決否認。佢話自己結婚嗰陣冇叫父親出錢，當年去私房菜館打工都係從低做起，每個月只有1.5萬蚊薪水，而且係公司正常發放，並唔係父親額外資助。為咗證明自己曾努力生活，佢仲提及當年為咗省錢，每日都要搭巴士上下班，以此反駁父親口中游手好閒嘅形象。李家鼎同李詠漢父子二人各執一詞，上演咗一出現實版嘅羅生門。李家鼎強調自己公開家醜係為咗避免以後死無對證，唔只係為咗私名，亦都係為咗揭露真相。佢補充道，大兒媳先係屋企是非嘅源頭，經常挑弄是非，搞到屋企冇一日安寧。而李詠漢就堅持認為呢一切都係父親為咗偏袒細佬一家而對自己進行抹黑。雙方嘅講法喺經濟資助、婆媳關係、工作態度等關鍵問題上完全對立，令外界一時之間難以分辨真偽。不過，輿論嘅天平幾乎一邊倒咁傾向李家鼎。絕大多數網友認為，若非被逼到絕境，81歲嘅老父親唔可能喺髮妻喪禮前夕唔理體面公開數落仔嘅唔是。更有網友翻出舊賬，提及李詠豪前女友楊思琦當年都曾暗示過李家家庭關係複雜，如今睇嚟並唔係空穴來風。網友普遍認為李詠漢嘅講法太過牽強同誇大，尤其對 Agnes 嘅描述，簡直就係將對方妖魔化，冇可信度。呢場家庭糾紛升級並唔係偶然，早在思明離世之初就已經埋下伏筆。從思明病逝之後，李詠漢刻意隱瞞消息數日，直到幾日之後先通知父親李家鼎同其他親人，搞到包括李家鼎喺內嘅至親都冇見到思明最後一面。呢個行為成為咗引爆後續所有矛盾嘅導火線。隨後，李詠漢公開宣布拒絕俾弟媳 Agnes 入靈堂，呢個排他性嘅決定徹底激怒咗李家鼎，令原本潛藏嘅家庭矛盾瞬間激化同公開化。李家鼎唔能夠容忍大仔喺媽媽喪禮上搞一言堂，更唔能夠接受大仔想剝奪細佬同弟媳嘅悼念權利，因此先有咗後續一連串嘅爆料同對質。喺呢場沸沸揚揚嘅爭執之中，處於風暴中心嘅另一位主角細仔李詠豪就表現得好冷靜同沉得住氣。面對哥哥對妻子 Agnes 嘅種種污衊同封殺，李詠豪由始至終都保持克制，冇同哥哥展開口水戰。佢只係通過簡短嘅回應表示，無論發生咩事，自己一定會帶妻子入思明嘅靈堂拜祭。除此之外，一概唔作回應。呢種低調且堅定嘅態度，既係對哥哥霸道行為嘅無聲抗議，亦都係為咗避免進一步升級家庭矛盾，唔想令媽媽喺天之靈見到兄弟鬩牆嘅慘狀。李詠豪嘅隱忍同李詠漢嘅高調，李家鼎嘅悲憤形成咗鮮明對比，亦都令外界睇到呢個破碎家庭內部複雜嘅情感糾葛。隨着4月22號思明設靈日期嘅臨近，大圍寶福紀念館肯定會成為媒體關注嘅焦點。李家鼎已經放話自己已經做好心理準備，到時會同細仔李詠豪一家共同出席。而喺喪禮搞完之後，佢哋會缺席隨後嘅解穢酒，目的就係為咗徹底避開同大仔一家嘅正面衝突，眼不見為淨。不過，李詠漢會唔會喺靈堂門口設路障，阻攔 Agnes？目前都仲係未知數。呢場因靈堂出入權引發嘅豪門恩怨，已經遠遠超出普通家庭糾紛嘅範疇，演變成一場關於尊嚴、金錢、親情同權力嘅混戰。回顧整件事，思明作為李家嘅女主人，一生為家庭操勞，晚年卻要面對丈夫同仔、大仔同細仔之間咁不可調和嘅矛盾，真係令人唏噓。李家鼎晚年得子，
本應享受兒孫繞膝嘅天倫之樂，但就因為經濟分配唔均同偏愛問題，搞到家庭分崩離析。李永漢作為大仔，喺媽媽剛去世就急於掌權同排斥異己，佢嘅手段同動機備受質疑。而 Agnes 無論係唔係如李永漢所講咁不堪，目前都已經成為李家矛盾嘅替罪羊同犧牲品。外界都喺拭目以待4月22號嘅到嚟，到時寶福紀念館外會唔會上演全武行？李永漢真係咁阻擋父親同細佬？ Agnes 能否順利入靈堂送婆婆最後一程？呢啲懸念都會喺嗰一日揭曉。但無論點樣，呢場鬧劇已經對逝者造成咗極大嘅唔敬。正如好多網友所講，家家有本難念嘅經，但思明個屍骨都未寒，喪禮都未搞，亦都未落葬，家庭糾紛就一而再，再而三咁成為焦點。到底係邊個唔想令思明好過呢？希望喺最後時刻，李家人可以哪怕有一絲嘅克制同理智，暫時放下恩怨，令思明能夠安安靜靜、體體面面咁走完人生嘅最後一程，唔好令呢場告別儀式變成一場無法收場嘅笑話。